到咗啦。涂謹申議員。主席，民主黨同我都係支持田北俊議員嘅動議。我特別係要強調呢一個好重要嘅一個事實基礎呢，就係喺5月23號嘅《蘋果日報》嘅頭版，佢個記者係叫陳雪玲，佢話呢個報導裏邊呢，就話有一名嘅證監會嘅非執行董事陳鑑林，呢個報導呢係相當重要，而陳鑑林先生亦都有可能呢係成為證人嘅。咁我必須要引述，因為佢嗰每一個字都係非常重要。佢話身兼證監會非執董的民建聯陳鑑林對本報證實，證監會1年前已發現商交所財務狀況未符合要求，更數度發出警告。陳又證實另一傳聞，指商交所每在期限前成功撲水，補足證監會對營運資本的要求。陳更形容有關情況，引述有古怪，引述我哋就係覺得古怪，先一路睇住佢，但佢期限前攞到錢，達到要求就 OK。引述完畢。主席，呢個證詞，呢個報導係相當重要。呢位陳先生冒住泄密，佢都係要向報紙力證係有呢件事發生。我覺得呢係重要嘅，對我哋立法會去監察證監會係達到一個突破。我亦都認為呢一個基礎係好重要嘅證據。我亦都希望到時傳召陳先生上嚟呢，陳先生係會充分合作。主席，多謝。好啊。有冇同事想第一輪發言？石禮謙議員。